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6月10日跑馬地夜馬，星期三共9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840，重心嘅精選場次係第5、第6同第9場。第一場18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開心三多，佢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幸運同行，配呢個報浩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二匹3號揚威四海，配呢個蔡明少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同埋2號家樂寶區，配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二場165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大千氣象，配呢個莫雷拉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1號多利神區，配呢個班德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3。第二匹1號高高至高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同埋7號準希望，配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三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梁區好友，配呢個梁家俊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烽火猴王，配呢個艾杜拿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二匹2號中橫天下，配呢個奧爾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。同埋5號聖多多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第四場1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美麗登場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老鼠班，配呢個黃寶力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3號紅桃新星，配呢個艾杜拿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2。同埋10號福晉，配呢個莫雷拉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第五場165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有情有義，配呢個莫雷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爆竹，配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二匹6號追風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同埋8號缺一劍，配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第六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風采人生，配呢個莫雷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雷神太保，配呢個奧爾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1。第二匹2號巴閉王，配呢個報浩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3次第2、1次第3。同埋8號烈焰光芒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3。第7場18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長勝將軍，配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、2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
分別係7號紫荊拼搏，佢呢個班德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。第二匹10號大千雄心，佢呢個莫雷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二。同埋3號風神，佢呢個巴圖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第8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1號志滿同行，佢呢個潘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財將，佢呢個鍾易禮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。第二匹4號粵港之區，佢呢個奧爾文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二。同埋10號沙井之友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二。第9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6號勇霸龍，佢呢個巴道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3次第三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馬達，佢呢個田泰安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三。第二匹12號當家精彩，佢呢個艾杜蘭近績最好，係跑過2次第二、1次第三。同埋1號東來欣賞，佢呢個周俊樂近績最好，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二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本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請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我哋喺下次嘅賽事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